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這樣子呢？你總不肯面對你自己。你好像真沒變的是你哦。驚爆！李嘉欣竟在慈善晚宴上搞出驚天大動靜，公然羞辱郭晶晶，一句跳水的有什麼了不起的，瞬間引爆豪門地震，現場氣氛緊張到極點。霍震霆當場掀桌放狠話，撫俊亨更是怒扇耳光，傳揚言要離婚，聲稱你害我早產不保。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李嘉欣為何會突然如此失態？背後又隱藏着怎樣不為人知的豪門恩怨和利益糾葛？各位看官，先別急着走，揸門者就來好好爬一爬這起震驚娛樂圈和豪門圈的勁爆事件。話說這場慈善晚宴，那可是各界名流雲集，星光熠熠。郭晶晶作為體壇傳奇人物，一直備受尊敬，她低調優雅的形象深入人心。此次出席晚宴也是為了支持慈善事業。而李嘉欣這位曾經攻極一時的港姐，嫁入豪門後也時常活剔在社交場合。原本大家都以為這會是一場和諧美好的慈善盛會，沒想到卻因為李嘉欣的一句話，瞬間變成了一場鬧劇。據現場目擊者透露，當時郭晶晶正在和幾位嘉賓友好交談，氣氛十分融洽。李嘉欣不知為何突然走到郭晶晶身邊，帶着幾分不屑的語氣說出那句跳水的有什麼了不起的。這句話一出，現場瞬間安靜下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們身上。郭晶晶雖然一向溫和，但面對這樣的羞辱，臉上也露出了不悅的神情。就在這時，霍震霆站了出來。霍家在香港的地位舉足輕重，霍震霆更是家族中的核心人物。他看到人色受辱，獨時怒不可遏，當場掀翻了桌子，指着李嘉欣大聲說道：你太過分了！郭晶晶為國家贏得了無數榮譽，是我們霍家的驕傲，豈容你在這裏侮辱？霍震霆的這一舉動，讓現場的氣氛更加緊張，周圍的人都不敢出聲，生怕惹禍上身。而許晉亨呢，作為李嘉欣的丈夫，此刻也是滿臉尷尬和憤怒。他沒想到妻子會在這樣的場合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。在眾目睽睽之下，撫晉亨怒扇了李嘉欣一個耳光，大聲斥責道：你看看你幹的好事，你害我早產不保。這一巴掌和這句話，讓李嘉欣瞬間愣住了。她沒想到丈夫會如此對待自己。說到這裏，大家肯定很好奇，李嘉欣為什麼會突然說出這樣的話呢？其實這背後可能有着複雜的原因。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，豪門圈子裏一直存在着一種微妙的競爭和攀比心理。雖然郭晶晶和李嘉欣身處不同的領域，但他們都是公眾人物，難免會被拿來比較。郭晶晶憑借自己的努力和成就，贏得了社區的廣泛認可和尊重。而李嘉欣雖然嫁入豪門，但在一些人眼中，她的形象可能更多地與美貌和豪門生活聯繫在一起。也苦在李嘉欣內心深處一直存在着一種自卑和不甘，她希望通過貶低郭晶晶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價值感。從心理學角度分析，李嘉欣的這種行為也可能是一種情緒失控的表現。在豪門生活中，她可能面臨着巨大的壓力和挑戰，比如家族內部的矛盾、外界的輿論壓力等。這些壓力長期積累，一旦遇到一個觸發點，就可能導致情緒爆發。而郭晶晶的出現，可能恰好成為了這個觸發點，讓她在那一刻失去了理智。然而，李嘉欣的這種行為無疑是極其錯的。首先，她嚴重傷害了郭晶晶的感情。郭晶晶為國家和社區做出了巨大貢獻，她的成就和榮譽是靠自己的汗水和努力換來的，不應該受到任何人的侮辱。李嘉欣的這句話，不僅是對郭晶晶個人的不尊重，也是對體育精神的一種褻瀆。其次，他的行為也給自己和家族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。
在公眾場合如此失態，讓人們對他的形象大打折扣，也讓許家陷入了尷尬的境地。撫俊亨所說的"你害我早產不保"，雖然可能有些誇張，但也反映出李嘉欣的行為可能會對家族的聲譽和利益造成損害。再從霍家的角度來看，霍震霆的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霍家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家族榮譽和社區形象，郭晶晶作為霍家的人媳，她的形象也代表着霍家的形象。當郭晶晶受到侮辱時，霍震霆挺身而出，不僅是為了擁護人媳的尊嚴，也是為了擁護霍家的榮譽。他的這一舉動也向外界展示了霍家的團結和力量。而對於撫俊亨來說，他面臨着兩難的抉擇。一方面，他是李嘉欣的丈夫，在妻子犯立時，他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是許家的一員，需要考慮家族的利益和聲譽。他怒扇李嘉欣以光聘揚言離婚，雖然可能有些衝動，但也反映出他對李嘉欣行為的不滿和對家族的擔憂。不過，離婚畢竟是一件大事，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問題。撫俊亨是否真的會採取這樣的行動，還需要進一步觀察。這件事情也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。很多人對李嘉欣的行為表示譴責，認為她缺乏基本的素養和道德。同時，也有一些人對郭晶晶表示支持和同情，認為她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。在社交媒體上，相關話題的熱度持續攀升。網友們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觀點。從這件事情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豪門生活的複雜和殘酷。豪門雖然擁有財富和地位，但也面臨着各種壓力和挑戰。在豪門圈子裡，人際關係錯綜複雜，利益糾葛不斷。一個小小的舉動，都可能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。對於公眾人物來說，更應該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，因為他們的行為不僅代表着自己，也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。說到這裡，不得不提醒一下各位看官，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夠勁爆、夠有料，別忘了點擊屏幕下方的訂閱按鈕，關注我們的頻道，這樣你就能第一時間獲取更多精彩的娛樂八卦和深度評論啦。回到這件事情本身，李嘉欣的這一行為，無疑給她的演藝生涯和豪門生活都蒙上了一層陰影。在演藝圈，形象和口碑是非常重要的。她這次的失態行為，可能會讓很多合作方對她望而卻步。而在豪門圈子裡，她的行為也可能會讓其他家族對她產生不滿和警惕。她需要認真反思自己的行為，向郭晶晶道歉，並努力挽回自己的形象。對於郭晶晶來說，雖然這次經歷讓她受到了傷害，但她一直以來都以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生活。相信她會很快從這件事情中走出來，繼續專注於自己的慈善事業和家庭生活。她的成就和品質是經得起時間和考驗的。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看，這件事情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。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人的努力和成就，不應該因為身份、地位的不同而對他人進行歧視和侮辱。無論是體育明星還是娛樂明星，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為社會做出了貢獻，都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和認可。同時，我們也應該倡導一種積極健康的社會風氣，讓人們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共同發展。另外，這件事情也讓我們看到了媒體在報道這類事件時應該承擔的責任。媒體應該客觀公正地報道事實，避免誇大和歪曲，以免給當事人帶來不必要的傷害。同時，媒體也應該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，傳遞正能量。在豪門與娛樂圈的交織中，這樣的事件並非個例。曾經也有不少明星因為言行不當而引發爭議，給自己的事業和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。這也提醒着每一位公眾人物，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，
謹言慎行。對於李嘉欣和傅俊亨的婚姻走向，目前還充滿了不確定性。雖然傅俊亨在現場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，但婚姻是複雜的，涉及到感情、家庭、利益等多個方面。他們之間是否真的會走到離婚那一步，全需要看後續的發展。也苦在冷靜下來之後，他們會通過溝通和協商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問題。而郭晶晶和霍家的關係，則因為這件事情更加緊密。霍震霆的挺身而出，讓郭晶晶感受到了家族的支持和溫暖。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，郭晶晶會繼續在霍家發揮自己的作用，為家族和社區做出更多的貢獻。這件事情也讓我們對豪門文化和價值觀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豪門不僅僅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徵，更應該是一種責任和擔當。豪門家族應該注重培養家族成員的品德和素養，傳承良好的家風。同時，豪門也應該積極參與社區公益事業，回饋社區，樹立良好的社區形象。在娛樂圈中，明星們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，他們的言行不僅會影響自己的形象和事業，也會對社區產生一定的影響。因此，明星們應該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，樹立良好的榜樣。同時，觀眾也應該理性看待明星的行為，不要盲目追捧或詆毀。最後，再次提醒各位看官，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，別忘了訂閱頻道哦。我們會持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精彩的娛樂八卦和深度評論。讓我們一起期待後續的發展，看看李嘉欣會如何應對這場危機，郭晶晶又會如何繼續書寫自己的人生篇章，而傅俊亨和李嘉欣的婚姻又會有怎樣的列局。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，船會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着我們。讓我們一起保持關注，共同見證娛樂圈和豪門圈的風雲變幻。